吶喊三部曲04作夢，合一約瑟的心，我的心心情剖白。講章，抱含淚稱，不會忘記，從前牧者跟我們講述，我們香港基督教會建立，是因着一個信念，作夢的人，Sport 離開了我們，教會將迎接教會40年。當有弟兄有盼望教會在真理下合而為一個的夢，甚至用生命體現出來時，希望教會合一的夢時，為何今天反要把這造夢的人在屬靈上殺死，要他與他同根生的肢體分離呢？經文引用創世記37:19-20。現代版亞倫的 Seek Gemini 對作者的屬靈信念解讀與講章分享，心情剖白04，逐層屬靈解構，抱含淚稱，不會忘記，從前牧者跟我們講述，我們香港基督教會建立，是因着一個信念，作夢的人，Sport 離開了我們，教會將迎接教會40年。當有弟兄有盼望教會在真理下合而為一個的夢，甚至用生命體現出來時，希望教會合一的夢時，為何今天反要把這造夢的人在屬靈上殺死，要他與他同根生的肢體分離呢？經文引用創世記37:19-21。經文的屬靈張力，那句話從誰的口出？創世記37:19-20，彼此說：你看，那造夢的來了，來吧，我們將他殺了，丟在一個坑裏，就說有惡獸把他吃了。我們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。屬靈人讀經，不僅讀字句，更要讀誰在說話。這段經文中最令人戰慄的，是說這話的，不是外人，不是埃及的追兵，而是與約瑟同根生的兄弟。他們看見約瑟的彩衣，那是父親愛的記號；聽見約瑟的夢，那是神啟示的預標。他們的反應不是敬畏，不是求問，而是殺了他，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。這是一句褻瀆性的嘲諷。他們不是在嘲笑約瑟，他們是在嘲笑賜夢的神。他們說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，等於在說且看那位對你說話的神能怎樣救你。報的寓意在此極深。他不是在說教會領袖要拿刀捅他，他說的是在屬靈上殺死。什麼是屬靈上的殺死？就是把一個人的聲音從群體中徹底抹去，就是把他的名譽在眾人面前釘上十字架，就是讓他與他所愛的弟兄姊妹分離，使他活着卻如同死去。當保引用這節經文，他不是在扮演受害者，而是在揭露一個屬靈的真相。那些本該與他同負一軛、同守真理的弟兄，正在用體制的權柄做一件比肉身殺人更可怕的事，使他與基督的身體分離。作者心意的深層解構，造夢的人的傳承與斷裂。這段剖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線索：香港基督教會建立，是因着一個信念，造夢的人 Sport 離開了我們。Sport 是誰？從上下文中可以推斷，他應該是這個教會群體的創始者之一，或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屬靈領袖。他已經離開，這可能指離世，也可能指因故離開教會。無論如何，他留下了造夢的人這個信念，作為教會建立的核心意象。現在，保將自己放在這個傳承的脈絡中。Sport 是造夢的人，他看見神對這個教會的計劃，開始了這個屬靈的家。教會建立在這個夢上，40年來，這個群體因着一個異象而存在。保是夢的繼承者，他沒有另立山頭，他沒有說我有一個新夢，他說的是教會在真理下合而為一的夢。他繼承了 Sport 的 DNA。教會如今卻要殺死這個夢。當一個帶着同樣 DNA、同樣對真理的渴慕、同樣對合一的盼望的人出現時，教會體制卻將他視為威脅。這是一個屬靈的悲劇。耶穌曾指着法利賽人說：你們修建先知的墳墓，裝飾義人的墓碑，說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，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，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。太23:29-31，教會可以紀念 Sport 這位造夢的人，卻不能容忍一個活生生的正在造夢的 Paul。這是因為死去的先知可以被體制化，成為神主牌，活着的先知卻常常顛覆體制的安逸。
三、屬靈深層透視，合一的兩種版本。破否白中有一個詞，極其關鍵，合而為一的夢。屬靈人需要分辨，教會中流傳的合一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。版本一，人為的合一，以順服為前提的統一。這種合一要求所有肢體在同一口徑下說話，在同一框架內思考。它是不同意見為威脅，是提問者為破壞分子。他用合一這個屬靈詞彙包裝控制。當牧者說你要代表教會，你要有一樣的信念時，他們要求的可能不是對基督的忠誠，而是對體制的效忠。這種合一不需要有勇氣面對真理，只需要有勇氣保持沉默。版本二，基督裏的合一，以真理為根基的相愛。這種合一承認我們都是在路上，都看得模糊不清。林前13:12，他允許肢體在非基要真理上有不同領受，但要求大家在基要真理上共同持守，並在愛中彼此接納。這種合一不是沒有衝突，而是在衝突中仍選擇用聖經來對話，用眼淚來禱告，用福音來彼此挽回。Paul所盼望的是第二種合一，但他所經歷的是第一種合一的暴力。當他拒絕為虛假的合一背書時，他就被視為不合一的罪魁禍首。但事實上，他拒絕的不是合一，而是以真理為代價的假合一。四、屬靈人的應有想法與回應。一、為這含淚的質問戰兢。弟兄，你問，為何今天反要把這做夢的人在屬靈上殺死？這是一個需要被神親自回答的問題。屬靈人聽見這個問題，不應該急於為任何一方辯護，而應該與你一同俯伏，說：主啊，為何？求你顯明你的旨意，因為聖經中神對這樣的哭問從未沉默。當亞伯的血從地裏呼喊時，神聽見了。創世時10。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情上升時，神看見了。出2:24-25。當約瑟在坑中、在監中時，聖經沒有記載他一句話，但聖經反覆說耶和華與約瑟同在。創39:2、21、23。神沒有忘記，他在聽，他在記。二、對教會領袖的沉痛呼籲。我以牧者身份懇求正在閱讀這些文字的教會領袖，你們在40週年慶典中會如何紀念 Sport？ 你們會說他是一個做夢的人，神使用他建立了我們，然後你們繼續禁制另一個做夢的人嗎？如果你們在 Sport 的墳墓前獻花，卻在 Paul 的屬靈生命上捅刀，你們就是主耶穌所責備的那種人。求主賜你們悔改的心，趁着還有時間，打開那扇你們關上的門。三、對 Paul 的溫柔提醒。同行者，我要對你說，你今日的含淚質問，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也問過，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？太26:40。被自己的弟兄背叛，被自己所服侍的群體棄絕，這是我們的主親自走過的路。如果連他都走了這條路，你我也不應該期望有更好的待遇。但記住，在約瑟的故事中，哥哥們說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。20年後，他們親身來到埃及，跪在約瑟面前，用行動回答了這個嘲諷。神會為他的夢負責，你只要保守自己在他的愛中，不讓苦毒的酵從那份被棄絕的傷口中進入你的靈魂。五、小結，被殺的夢者與復活的基督。創世記37:19-20。兄弟們說，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。他們不知道，這句話最終會在神的寶座前，成為對他們自己的審判，因為約瑟的夢，正是神拯救他們全家的計劃。今天Paul的夢，教會在真理下合而為一，是否從神而來？若是，就沒有人能殺死他。他可以被壓制，可以被推入坑中，可以被賣到埃及，但神會親自使他復活。做夢的人終極的預標是耶穌基督，他被本國本家的人棄絕，被掛在十字架上。那些經過的人譏笑說：你如果是神的兒子，就從十字架上下來吧。太27:40。這正是那句且看他的夢將來怎麼樣的翻版。然而第三天，墳墓空了，那被殺的夢者成了所有夢的應驗，那被斬斷的枝子成了聯結萬民的真葡萄樹，那被逐出營外的身體
成了我們進入至聖所的道路。願這份剖白不是控訴的終點，而是復和的預備。願鋪的眼淚被神收在皮袋裏。C56:8。願教會的耳朵被神的靈打開。願那造夢的人被高舉時，不是踩着弟兄的屍骨，而是牽着他們的手，一同進入應許之地。阿門。